冲灯啊！来，这只是来三角蟾蜍，来三角蟾蜍，我来介绍，这个哎学一下啊。来，音乐暂停。我边啊学。来，音乐暂停哦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自古以来，三角蟾蜍就是我们招财的神兽啊。来，人讲古早有一句话，三脚相处就是帮咱积三财，互你收三宝，互你袂失财、袂漏财、袂破财。这嘛天时地利人和，你是用外，甲咱加钱；暗是用来，甲咱收财，互你袂破财、袂失财。人讲头前你食第一标，阁会使加吗？有人讲。明凯哥，好，等明凯哥，你帮我打3000加1，我叫后台小帮手刷。明凯哥，这一组打3000，来好了，等下人咧介绍这，你就莫先去回个啦。哎，明凯哥，等一下哈，来，那个明凯哥，你帮我打3000加1啦，好不好？谢谢明凯哥。啊，这一只三角蟾蜍，人讲嘴加多当钱哦，你子孙会当赚大钱啦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来，下面还有9个福袋，9只蟾蜍，代表什么？95至尊，来福在眼前，代代平安，规个拢有出来。哦，它整个弓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它是可以旋转的。它是自带转盘呐。哦，它是可以旋转的。它下面这个是自带转盘，自带转盘。八方来财，三角蟾蜍，各位观众朋友，零元起标，一刀500，卖动，一刀500来报道来。来哦，你那0元起标，1刀500，5档。来，我大家报告一下吼，来，这个正三脚闪书啊，像开宾讲的，来，伊这嘛就是啥物天时地利人和，你是用来替你加钱，暗时用来替你收财，互你袂失财、袂漏财、袂破财。来，规只三脚闪书啊，你讲带回感，为什么伊爱带回感？因为爱派，伊爱派个交钱来多少钱？2000。来3000。要的2688打加1。来，紧的2688打加1。哎，要的2688打加1。龙该多加2388了。自带转盘哦，如果你拿回去之后2388，小帮手帮我改单2388加1。来，要2388打加1。来2分钟给你们加1。来，就2分钟。来自己啊，先手先赢啦。好5只赢。就吃。来，音乐暂停一下。好，我甲大家报告者，来，如果你要记得买东西到厝的时候哦，这个钱你可以拿下来放在下面来。我建议大家等我一下，你身上有没有50块？你有没有50块？没有50吗？有一个50吗？50就好了。但是你不能拿那个10块给我来。我相信大家这不陌生，这个叫50块，放在嘴巴给他咬，来代表是什么？无时无刻都有钱。安尼你有了解不？我希望等于大家用做这个动作，赶紧到50块摕出来，啊个坑呢，安尼就对了。放在他嘴巴里面，表示什么？无时无刻都有钱。好，安尼有了解不？来，妹妹谢谢，来你50块。后站哥晚上好。来要的刚刚够了。改单2388。来2388来几张？2388限量几张？限量5组。来3周要的2388打加1。最后2周。哦，阿麦记计下。这是蟾蜍吗？三角蟾蜍啊！人讲3脚是闪树啦，啊4脚叫妙蛙种子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是正3脚的物件。哦，就加一支脚尔，只有这一只脚而已。哦，所以各位朋友，它不是妙蛙种子。有刷电名人可以讲这是妙蛙种子吗？这不是妙蛙种子啦，好不好？较正经诶。来加龙基础。来，各位线上有朋友，来不走。来4周。来最后一组，赶快！我跟你讲哦，买回家不会喊种子，买回家我跟你讲啥？有钱。啊，你有了解不？请问有小吃一点吗？有。小吃是别的。我做我吧，王乐。5组了没？来最后一周哈，看什么加掉啊？时间若到的时候，若无就无啊。好。时间到就没有了。这个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适合开店面。没有。柜台，尤其是办公室的，尤其是做8大行业的。来，这位贵州。4周包裹。来4周包裹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几个小帮手来啊！来，有人说要小只一点的。好，有人说要小只一点的。来，正天然黄玉三角蟾蜍，这天然的黄玉。人家说100年死千年玉，1000年才会形成的黄玉。好，来，石头是不会透光的，没有错，只有玉会透光。有没有看到？来，行到倒，透到倒。好，100年死千年玉，吸收1000年的日月精华。来，我跟你讲，这周就穿啦，这天然的黄玉啊，
黄玉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招财最佳利器啦。好，本身就是给咱招财啦。来，它这个古铜钱它是可以转动的，让你时来运转啦，好不好？时来运转，有看到无？完全拢靠光的啦。来，这拢是经过咱手工水磨的，哈，这拢是水磨的啦，水磨的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整个都是正天然的黄玉。干那这只外口还袂偌济。干免5、6千，哎，一品店干免5、6千，来天公这边有这边。来，这只起来，哦，甲恁结缘一下，好袂？来，你个指标一刀一万卖动的啦！自己加油了，自己加油了，优秀哦！一刀，一刀，一刀，偌济？刀100块，5档。来，卖到1元。这三卡闪熟啦，这个叫黄玉。黄玉在五行里面表示哦，那个财富，它的财运会很强，因为它五行是属土，好，五行是属土，安尼你有了解不？来，金为土啦。来，请咯，时间到了，别我这没我这。来，就1分钟半，不倒数了，目前最高1500啦。来，签哥。较大波嘞，大只的，我甲恁讲，小只的不止前路啊，大只的，其他小弟啊，甲恁三十几个朋友见面，我做欢喜的，好不？来，最高多少？目前1500，好，不要紧。来，动啊！我感觉安尼来，音乐暂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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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讲啊，天公，哎，这标真正听你啦。好，哦，感谢你，头家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要的朋友不用1500了，哦，含这一个盒子，有没有想？哦，来珍珠整套，1288打+1。来，先打上来，1288的先打上来。得标者，我跟你们说一个重点，全部都送你一个大块的转盘。来，大地的灯盘。哦，全新的。这阮的样品。哦，只要有得标的，我都会送你一个转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做生意的时候。哦，咱讲真诶，有当时咱时来运转。头前搁卡3个杯啊。哦，来，你是向我给咱加钱，暗时向来给咱收财。暗时向来就洗大就好啊。哦，安尼样无？这样可以不可以？各位观众朋友，珍珠整套1288打+1。来，要的含大转盘，要的1288打+1。收到就是这样。安尼规组规头。以前你们在卖，我记得没有。来，老弟。对不对？啊。以前。还听你的啦。都是单卖的嘛。真的来拢听你的啦。啊，老板今天那么支持。给我机会，要的朋友1288打+1啊！来，要的就1288打+1哈，先救先赢，好，先讲先赢啦。正三角蟾蜍啦，黄玉的，这拢黄玉的。这拢甲恁计用的，无啥物趁钱，1分钟的时间，时间到，你们要加就不给加了，就1分钟时间而已，就1分钟，要的1288打+1。来，小帮手目前几组？2组。来，没关系，就1分钟，没有加到就没有了，没有加到就没有了。问我夜市卖99，没关系。那个大哥，你有多少？那个就是要去万华买。我跟我老板讲，我都全收。我们来去万华扫货啊。哦，无啦，卖讲99啦，一只300，你有啊？这全部拢收啦。嘿啦。啊，小弟啊，要食一盒饭呀，卖离遐远啦，好袂？拜托你，好袂？拜托一下，哦，从头到尾开直播到现在，我一句脏话我都没有讲，哦啊，我是做一条路给我走啦，我要吃饭了，好，拜托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目前几组？来，因为这里，来小帮手，目前我这2组尔。好，不要紧，安尼就好啊。好啊，啊你甲伊开讲无要卖物件，买袂啊？买袂啊？来，不要卖了。老板说不要卖了。不是的，卖个东西，一堆人在乱，对不对？你们这样对吗？小弟卖个东西而已哦。来，觉得我有在改变的打+8。你袂使。啊，我已经很久没开播了啦！啊，老板给我机会啦，我也很谢谢胡凯斌老板啦，好不好？觉得我有在改变的，刷一整排爱心嘛，好不好
哦，刷一整排爱心。哎呀，好不好？车子、小狗要吃饭，人啦也要吃饭啦，啊，留一条后路给小弟走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可以留一条路给我走吗？我也要吃饭，我还有老婆，我还有小孩要养，每个月啦，我家里还有房租费、水电费要缴啦，啊，请你们，就请各位多支持一下，多支持一下，还可以吗？很感谢你们啦，那个，拜托啦，不要按表情，你有时候不小心按到表情就算了啊，就是直播啦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很容易断线啊，很容易 FB 很容易吃字，尤其是会卡啦，会卡的啊。如果你们有打字的，我如果没看到啦，不要见怪啦FB 问题很多啦，跟你们说声非常抱歉啦，很感谢你们这几标有跟我买东西的人，现在有空的人听好了，有空的人去帮我来去逛逛做接单。好了，直播关掉。我们下播没有做接单的，一律弃标。好，我们直播先这样。老板叫我。谢谢你们，我们先公播。谢谢你们。